為提高食水供應嘅應變能力，水務署引入嶄新嘅海水化淡技術，興建將軍澳海水化淡廠，成為本港首個採用逆滲透處理技術出產食水嘅海水化淡廠，為香港帶嚟不受天氣影響嘅水資源。將軍澳海水化淡廠有4個主要嘅水處理工藝，包括抽取海水、前期處理、逆滲透處理同後期處理。海水先由離岸約330米嘅海底進水口抽取，進水口豎井設有隔篩設備，阻隔體積較大嘅海洋生物同其他異物進入。之後，抽取嘅海水會輸送到前期處理設施，處理過程包括凝結、水凝、溶氣浮選同埋過濾，目的係去除水中嘅懸浮固體。凝結、水凝係指喺抽取嘅海水中添加化學物，配合攪拌，令水入面嘅懸浮顆粒凝聚成較大塊嘅固體。溶氣浮選係為海水注入微細氣泡，並令呢啲固體浮上水面。呢啲固體會被活動刮泥裝置刮走，並輸送到污泥池。澄清後嘅海水會流入置有無煙煤同埋幼沙嘅過濾池，作進一步淨化。然後海水會被輸送到濾芯過濾器再次過濾，去除更微細嘅懸浮固體。完成前期處理後嘅海水，就會喺下一步進行逆滲透處理。逆滲透法嘅原理係喺海水一側施加高壓，逆轉水嘅自然滲透，等水分子能夠通過半滲透膜生產淡水，而溶喺海水中嘅鹽分等物質就會被隔絕。將軍澳海水化淡廠逆滲透處理設施內嘅半滲透膜係由超薄脫鹽層、支撐層以及基層組成，每塊半滲透膜約0.2毫米厚、40米長，並以螺旋方式捲繞喺滲透水收集管外，組成每個長1米、直徑200毫米嘅半滲透膜組件。7個相連嘅半滲透膜組件組成一支壓力管道。而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嘅逆滲透處理海水設施係由超過2300條壓力管道構成。逆滲透處理過程中，經前期處理後嘅海水會被高壓力注入逆滲透組件，海水受壓流過半滲透膜，喺過程中隔出水中嘅鹽分、病毒、細菌同其他化合物，成為滲透水。完成逆滲透處理後嘅滲透水會輸送到下一步進行後期處理。另一方面，喺壓力管道中未能通過半滲透膜嘅海水會被排出海中。喺後期處理過程中，滲透水會分別被加入二氧化碳同石灰，以調整水硬度同埋酸鹼度，然後注入氯進行消毒，最後加入氟化物以保護市民牙齒健康。經逆滲透處理同後期處理後嘅食水能夠完全符合香港食水標準。使用後嘅海水會由喺離岸約270米、長約150米嘅擴散器排放出大海。擴散器嘅作用係確保使用後嘅海水能夠迅速同大海稀釋，唔會影響海洋生態。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出產嘅食水會輸送到將軍澳食水主配水庫，匯入供應網絡俾市民使用。每日食水產量可達至135000立方米，為本港供應約5%嘅食水。